我来看国公司公布上新旅宿业的调查，去年全台湾非法的旅馆有1000多间，其中台北市占268间，是占上侪。那非法的民宿依然违规罚款651万，罚金是全台湾上侪。真侪人伫国内旅游会选择住旅馆，或者是旅宿。观光署公布去年2015年旅宿调查结果，合法旅馆有3281间，非法旅馆有1058间，比前一年同期增加31间。包含旅馆315间，一组套房733间，其中非法旅馆以台北市268间上侪，而且全部拢是一组套房。针对非法日租，自115年1月1号起，关船局修改规定，加重处分。经裁罚一次代金后，如仍继续经营及断水断电。各县市政府去年针对旅馆业来稽查，总共罚889摆，金额9662万元。其中台北市罚256摆，2000多万上侪；第二是台中市1900多万，台南市1800多万。另外，伫民宿调查部分，无合法旅馆有566间，屏东县133间上侪，有台北市后花园之称的宜兰县民宿，罚77摆651万上侪。投资的人，他都觉得说这是一个算是很好投资的一个地方。对于选择民宿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要特别了解一下，它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旅宿。因为弄着存在人价有高工，观光协会提醒民众选择旅宿的时阵，千万唔通靠网站随随相片误导，应该先确认是不是合法登记，建议先到观光署的网站查询，确保安全、品质甲权益，严减少旅游的纠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